香港食海膽好貴，嚟呢一度就可以用人均200幾蚊食盡8道海膽嘅菜式。打頭陣嘅呢就係4道精緻嘅小菜。先嚟第一道呢就係海膽拼盤，咁入邊有三文魚啦、甜蝦同埋主角海膽嘅。海膽食落都可以話係順滑，但係個味道就偏苦。然之後就到海膽沙律，個樣同埋個味道都係非常之好啊！我呢個黑椒牛舌又驚喜，咬落去軟嫩多汁。而隔籬呢個海膽煎餃就不過不失啦。再嚟就有海膽蒸蛋，呢個海膽醬金雕立鱗燒，食落非常之脆口，再配埋個海膽醬係非常之惹味。仲有海膽芝士卷，最後嘅重頭戲就係呢一個海膽火鍋啦。入邊有啲野菜啦、巨藥豆腐等等。食完入邊啲野菜呢，職員就會將蛋同埋飯呢放喺呢個海膽鍋入邊，整成海膽泡飯。想試新嘢又打到卡，快啲約埋朋友一齊嚟呢一間膽度食盡海膽白食。